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仲伟两公婆乐团出场了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大家好。哎，现在客家人的歌手，客家人，哎，东东，哎，这位客家人好，东好，哎，别下来。我唐木系列是冇歌手了啊。好，那大家好，我是曾仲伟，我是主动音啊，所以让大家强是讲回流腔。还有我是布妞，我是布妞，可能东江的，我应该没有哈，拜托。不是大家听不懂，我帮你翻译。他刚刚说他是他布娘啊，不是，他是他老婆。对，不是他女儿，是女儿。好，你讲客家，我讲中文。你给我翻译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哎，现场有客家人的举手。有啊，刚才我就讲过。哦，有是。他在帮你翻译。只有3位啊。只有3位啊，好，没关系，莫老给，音乐不分国界。哎，对对对，音乐不分国界。哎，而且不分语言。不是你讲客语，我讲中文的。来，好，接下来是我自己创作的部分哈。接下来是他自己创作的部分。哎，你两公婆乐团，大家谈到两公婆是第哎，你是马啥嘿？我们两公婆乐团。老公不用哈。大家听到两公婆就知道他是2公1婆，不是，他是老公跟老婆。显得我花心哎。老公跟老婆的问题。啊，对，然后还有我们的你。木香鼓手，木香鼓手，哎，小板信上小万先生，小万老师，好，哎，自己的品牌哦，我自己的品牌，而且19岁就创业哦，其实不简单哦，不简单，非常非常厉害。不要一直帮我翻译，我觉得很烦。好，对，很像鹦鹉哦，很像应声。哎，那我来介绍他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哎，接下来介绍我们这位，我们左手边这位，大家看，左手，对，大家的左手边。哎，看到他的颜值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吧，对不对？他不是一般人了哈。那是什么人？他是线上非常有名的贝斯老师。哦。什么叫线上？就是走在线上。就叫 online。走在顶端。老师有没有帮伍佰老师伴奏过？哦，没有。不要乱讲。他说 online。哦，不是啊。好，他是我们这个线上大家只要想到的歌手，好御用的贝斯老师。对，罗志祥。哇，孙燕姿。哦，再来，捧恰恰，还有没有？我都讲特别比较有争议的啊。范逸臣，哇，真的。放我一个人生活，是不是？对。有没有弹过这一首？有，你看。有，好，这是动力哈，因为平常时期是我们表演是万人演唱会，所以因为1万人在这边，今天我们差不多，我们邀请他真的是重金礼聘了，因为真的是不容易请到，要花很多预算，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赞助单位是文化部啊，真的非常感谢文化部，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办这个这么对，他把这个客语音乐走入大家生活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大家有谈过客家歌曲吗？有没有听过客家歌曲？有啦哈，可能谈过同山狗推盘什么？客家本色有没有听过？哎，是谈过好传统哎，对，以前的比较以前的，但是现在也很多创新的歌手有做一些歌曲，然后所以大家今天也可以听听看仲伟的歌曲。像我们鼓团这次特别练你的歌曲2首歌嘛，对，然后所以最后会都一起合作。对，然后就那个小朋友就在上课的时候就恋恋如冰花这样子。哎呦，那接下来带第1首歌曲，我自己体重重视的歌曲叫《中牛狗》，因为客家话哥哥怎么讲？哥阿狗是吗？阿狗对，然后刚好英文的 Let's Go 是不是也是个同个音？所以要去牵牛去吃草的一个牧童，非常非常开心，那就中牛 Go。嘿，等一下我需要大家帮我一起完成这首歌，好不好？我说阿三 Go 中牛喽，好中牛，大家听话 Go， 走对不？来取款的啊，来试试看。阿三 Go 中牛喽，好中牛。Go！ 喂，东河哈，等下有没有？阿三 Go， 阿三 Go， 小瑞瑞，黑曲進步，愛重要，阿爸你，hem啊hem，共要度街，要難你。到底天要行到太隨便，
公路，中越辛苦到底。大连沙腳不連錯，天靈要顧重連歌，愛嘅快樂愛仲要高。哎，阿三哥仲要路，可仲要 go， 同學阿三哥，阿三哥，小瑞瑞，小瑞瑞，合曲進步，愛仲要，愛仲要，阿爸妹，阿爸妹，嘿嘛嘿，嘿嘛嘿，共要度解，要難你，行啊行，行啊行。到底天要行到太水邊，慢路跳，慢路看，眼努力又打錯碼，終於升起到底。等一下我說中優，你說夠，好不好？考驗大家的節奏感。我說中優，你說夠，中優夠，中優夠。我說中優，你說夠，中優夠，中優夠。行啊行到底，行到底，天要行到太水邊。慢路跳，慢路看，眼努力又打錯碼，終於升起到底。你慢路，天不累，轉下累，天靈要顧，盡無累。愛嘅快樂界，仲要高。哎，阿三哥，一條係落山嘅呢，要忙書包，用班咯，哎呦，冇趕冇殺咯。耶，仲要高！哎，有好头疼吗？头疼吗？好听吗？好听吗？不要再帮我翻译。哦，不要翻译是不是？哎，大家需要翻译吗？不用啊，唔死錯嗎？哎呀，大家就客家音啊。低估大家了啦。哎，來考大家啊，低估是什麼意思？有沒有人知道？答對可以送我的專輯，送專輯。哎呦！大姐厲害哦，來送給大姐。那我們請我們姐姐來領獎，好不好？我的鼓大聲一點。耶！會心。好，徐夢怡，恭喜你，因為阿迪鼓獲得一張專輯。好，沙雷呢，大雷應該也提挑客家從中哦，第一首客家創作，這首歌叫做《水醬改阿婆》，因為該是這係。你知道歐米的雜茶阿婆，峨眉的採茶阿婆，那他子女就很成功了，但他還是採茶，還是做工，所以他就有那種客家人這種三棒打表演進行。喊下來進行。錯，所以該時這是佢雜茶的時節，佢是會從善過，因為佢手動冇慳嘛，不過佢嘴動有慳，所以是讓大家打嘴鼓啊，是從善過該對了哈，所以是。哎，想過，哎，那我自己身為竹東人，一定要把這個山歌傳遞給大家，所以我把這首歌傳統跟流行做一個結合，哈。什麼彈吉他？水醬改阿婆。愛你要解雜茶解阿婆，你本是退來出世，大到山那邊那個，從細做工本盤切。愛你要解雜茶解阿婆，你本是退來出世，大到山都無樹頭。從細雜茶為先發，從家鄉為子，總在做工來當家，自信高出眾力，雜茶婆你讚什麼？
去讲爱那不言路一家，后生的时节，全部被爱辛苦做惯了。爱那不言路一家，跳爱辛苦做惯了。喊来喊到手脚袂大见。唱甲后为自远，总在做工来庄稼，自身高传壮丽，爱讲杂杂破，你赞什么？去讲爱来陪人路一家，后生的时节，全部被爱。做惯了，爱不愿弄一家，跳摆辛苦做惯了，喊来喊到手脚袂大见，爱不愿弄一家，后生的时节。全部被爱辛苦做惯了，爱不愿弄一家，跳爱辛苦做惯了，喊来喊到手脚袂大见，认真讲你去水江界。阿婆，早茶流来爱哟茶，太心我茶，爱三心又爱来了我心啊，有意来他啊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在这个新瓦屋是早上第一场嘛？对对。那下午场好像大家比较热情，对不对？因为台刚好躺是吧？不是，应该是因为早上太热。早上太热哦，而且等下大家可以在树荫下还不错。对。虽然讲我这流汗流到那个很流满了。冇做嘅，扮唔開你啊！好，三女大女呢條歌曲係嗌我嗌半陽強下合唱嘅一條歌曲，草莓。哦，草莓呢條歌。我不要承認這個。草莓呢條歌，大家聽到草莓是上到哪一位？你們不要在這邊又再吵一次，我們要再勸一次。每次唱這一個都要吵一次。每次他講說不是寫給他的啦。對呀。所以到底那時候心裡有他嗎？沒，不是你沒有，因為沒辦法嘛，就是這個創作人就是多情嘛。你看這個羅志祥啊，沒有，你不行這樣，不要這樣再錄影。沒有，好，開玩笑，恭喜啊，是跳牌的時期呢，是因為該時間該在廟裡走遍的時期都，哎呀，該彭順是台夫，是東雄，然後唔免要強下去摘草莓啊，所以應該是寫了個故事。讓羞羞，大家可以去揪大家都縮在一起。不過我是想看人嘅show，因為我想同你去台夫，看我草莓滿地風，看那草莓哇，動這樣，就是很想去採草莓啊哈。可是我覺得這首歌真的是你改編，認識他之後改編才好聽，本來真的不好聽。真的。哦對啊，我選到對的女主角之後，本來是一個人唱的，對不對？因為本來就是很慫啊，對不對？
没有，我在帮你。你先下去好了。然后后来加了它进来之后，那个完全不一样。对，真的。因为那个就多了一种重奏的感觉。哎，好，大家听听看，好不好？听听看。好，草莓带来条歌曲，是吗？哎，从上你来哈，谢谢。人天多，大家可以是人多，不爱。心肝中热度会出火，真袂爱，想爱留你去台风，狂走每晚地风。草莓风，我思想你的面风，我不爱的心扑通扑通。草莓风，我思想你最顺风，我不爱今日下好梦。草莓风，我思想你的面风，我不爱的心扑通扑通。草莓风，我思想你最顺风，我不爱今日下好梦。人想想。大家可以需求，不爱是上会牵连伊的手。因为爱，想会留你去台风，狂走每晚地风。草莓风，我思想伊的面风，我不爱的心。扑通扑通，草莓风，我思想你最顺风，我不爱今日下好梦。草莓风，我思想你的面风，我不爱的心扑通扑通。草莓风，我思想你最顺风，我不爱今日下好梦。酸酸又甜甜，思乡你，思乡你，好爱但你是想念你。草莓风，我思想你的面风，我不爱的心扑通扑通。草莓风，我思想你最顺风，我不爱今日下好梦。草莓风，我思想你的面风，我不爱的心扑通扑通。草莓风，我思想你最顺风，我不爱今日下，不爱今日下，不爱今日下好梦。谢谢。草莓真的很好听呢。真的很好听吗？哎呦，是因为你比较常演这首歌，好像听说你的乐团常常都演这首歌。你是不是要再跟我说一次版权？每一场都要讨一下。好了，不是你不要到那边，两边台词都一样你。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点台词？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来讲一个那个故事，好不好？什么故事？我们两个怎么认识的？怎么认识的？对，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是做了一首歌曲，然后请我的朋友魏思祥帮我编曲。对，然后那时候编曲他就说，那个这边有一个很才华洋溢的这个年轻人啊，19岁就自己创业，是对，然后就木香鼓打得很棒，然后我就一听，哇，惊为天人，惊为天人嘛，惊为天人。而且他的木香鼓加上你的歌之后，就感觉变得非常的清晰耶。哦，清晰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回来新竹开演唱会的时候，我就找了这个小万来当我的左右手哈，就哇
一世成老主顾，就这样子每一场都开始想带你这样。真的就直接4、5年有了哈。真的。哇，所以这真的不容易。那我们为什么会消失1年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消失1年嘛。所以大家拜托出门不要害怕，多找政府办活动。对，然后反正打好疫苗，打好打满就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多点爱，少点战争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来唱下一首歌了。好，对，下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嗡啊嗡啊》，好，嗡啊嗡啊，婴儿，因为谈恋爱之后嘛，所以什么就会跑出来了。就嗡啊，什么出来的？对，爱的结晶哦。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小朋友刚出来嘛，然后每天一直哭，然后就说激动电音闹每天这样一直哭。然后他因为刚好婴儿怎么哭，就是嗡啊这样子哭嘛，对。然后刚好客家话的婴儿就叫做嗡啊，就是有一个壮声词啦对，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曲，就是来纪念我儿子一直哭，然后我就写一首歌偷偷骂他，偷偷屌他而且你写完之后他都没有再哭了，很少哭。对，后来我唱给他听，他真的这样子就慢慢睡着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而且现在变成他自己会唱自己的摇篮曲睡觉。对，等一下大家不要听到睡着一首摇篮曲了好，再来这首歌曲《嗡啊嗡啊》。梦自深流，父母心染永流，恩情啊，何用怎射一条高本意，总做地莫紧叫啊。乌鸦向伊最后老爱讲解法。第二的敏感论呢，看到条白开。这个乌鸦是只眼面老你强弱爱叫我，难得你绕啊绕，突然你讲啊讲，水呀水呀。行起水站袂太呀，莫惊，爸爸陪着你。水呀水呀，洒水站袂够啊，莫惊，爸爸陪着你。下一条高本意，总做地无紧叫我。嗡啊，嘿你最好老爱讲假话。辛苦身后实在年，大家都讲伊像。难得你游啊游。
突然你讲啊讲，所以啊，所以啊，行行说真袂太呀，无惊无惊，妈妈必等你。所以啊，所以啊，傻傻说真袂讲啊，无惊无惊，妈妈必等你。所以啊，所以啊，行行说真袂太呀，无惊无惊，爸爸陪等你。所以啊，所以啊，傻傻说真袂讲啊，无惊无惊，妈妈必等你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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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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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爱陪等你。谢谢。谢谢西蒙妮，又使用水吗？有哎、我自己唱起来，我都觉得那个风吹过凉凉的，我都快睡着了。有刚刚鹅原本都在叫，现在都不叫了，哦，可能安睡着抚他们的情了。绪了，是不是好？像是睡着了。好，沙雷大家好，唱送一条歌曲好嘞，好，好一条歌曲叫做爱版歌，爱版歌，爱版歌因为客家人都好续版，是吗？哎，所以续版以前听说先爱版啊，那爱版以前怎么改是有爱弄，嗯，爱弄要先磨石磨，以前那个年代了哈，要先把米和壳去骨就对了，所以那时候呢要这样透过爱弄，那刚好客家话有一个爱弄 people 是什么等一下，昆虫等一下，哎你要问他，你不知道翻译吗？哦，对，爱弄 people。这我不行，你都演几次了？请黄兰大姐来翻译好了。爱龙 people 就是螳螂哈，就是客家话的螳螂叫爱龙 people。对，因为刚好螳螂它常常会这样子动，然后 people 就是它那个去骨的那个声音，然后叫 people 声，所以爱龙 people 其实就是讲螳螂哦。然后有一个念谣，爱龙 people 打完重购，假破雷斗，撒摩点错，热臭臭到溶解过，哈，溶解过会嘛解？鸡蛋面。哎，因为丢白该咋，你该咋虚头还是啊？摸点错啊，因为大家都养鸡嘛，所以一随便做哇，全部溶解过体内档了哈。哎，好是大家条歌曲很多爱版歌，什么台机啊？谢谢。一面愛打扮，扮對大連天扮啫，愛好扮來殺跳閘，愛扮隻就同扮馬切扮我扮人，就是扮拍中扮人一絲絲，從條向古壁下人，路用不同有本水，客家扮人要鹹要甜。愛喊呀愛甜，來到黑中才一些。I love people， 打扮重高，吊電影合作，雪白糖重高，鬼龍碰龍，上朝糖糕，有電視來錯，錯咧電糖糕手。愛打扮，扮對大連千扮啫，愛好扮來殺跳蚤，愛扮隻走同扮馬切扮我扮人，出師扮拍中扮人如絲絲，從條向古壁下人，路用不同要本水，客家扮人要鹹要甜，愛鹹呀愛甜。來到黑中才一些 I love people， 打扮重高，吊電影合作，雪白糖重高，
阪冲大过，阪冲过，着电影合作，18趟冲过，几路跑路，上潮通过，有电视来做，做连电通过。谢谢。再来跳过叫爱凡狗，好，接下来有奖问答继续哦哈。爱龙屁股有嘛改？爱龙屁股有嘛改？因为冻元蛋，螳螂答对，谢谢。哎呦我们的先生。哇！哎，国龙哥来了，国龙哥，原来您就是哦他就是这个最近我们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打那个机场，哎，对对对，嘿哎，网红啊，网红啊，哇哦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国龙哥哈。哎，哇，哎用眼镜糖哎，用眼镜糖，哎，操，哎，不然我们来讲一下，哎我们来问3个问题，好好才可以有一张专辑，不然你专辑那么贵。好好，请问哈，曾政伟先生哈，他有出3张专辑，第一张叫做什么？长什么牛什么歌哈？不，长什么歌啊？第2张叫做这个先先什么？先什么歌哈？对。第3张叫做这个刚刚有那一唱到首歌曲 on 什对么啊什么 on 什么？对，你不要这样啊，不要那么没自信。他们一定知道。好，来了，哎，有奖征答3题都答对就可以送1张专辑。好，好，数到3我举手，好不好？1、2、3。哎，哇，梦音，哎，举个手，来来来，不要太难，不要太难，太难了，太。难了吗？对啊嗯，不会吧？1、2、3， ，Oh my God，有，好，来，1、2，就是你来来。好，那您先啊，对，第一张专辑总有够，总有够第一张专辑，第2张专辑，先歌先歌，嘿，然后第3张专辑，on 啊，嘿，哦答对了，答对谢了谢，好，那麻烦您，恭喜你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恭喜姐姐。哎，谢谢，对，大家如果想钓鱼，可以到他家里的鱼池哦，帮他宣传一下。哎呦，鱼池开在新浦啊，哈，对，在这附近啊。哇，OK，谢谢哈。这张专辑就是，其实我刚刚这些歌曲，其实在网络上都听得到哈，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曾仲伟、郑宠伟都找得到哈。仲是曾是曾国藩的曾，仲是人中仲，就是伯仲之间的仲，伟是斜玉旁的伟，好，那就可以找到，或者是打那个 Mr. One 卡后，对，都可以找到。我们这个地上啊，或是到处都是 Mr. One。对，处处可见了。好，OK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101再来演唱一首哦，这首歌曲叫做《总影一》。总影一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喜欢你嘛。那时候因为我在台北工作，他在桃园，所以相隔2地。虽然说没有很远啊，但是下班之后，然后见面都8点了啊，然后吃个饭又要回去了，所以就觉得每次约会时间不够，所以我一开始就写说，因为长棍快停，有没有就快许想你？就是不是才刚分开吗？怎么就一直划你的相片啊？就一直在想着你哈，所以就写了这首歌曲。所以其实我每次唱这首歌，我之前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写好这首歌曲之后，然后我就每次听我自己都想哭哎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么甜蜜的歌你想哭？不是，我就觉得说这个幸福得来不易啊，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珍惜自己身边的人。爱也要及时啊。对，没错。哎，不过这首歌真的是我觉得我听你这么多歌，全部歌里面最好听的一首。他都这样讲话，每次都这样讲。没有，我每次到这首都会这样讲。好，大家听听看好不好听啊？好，来条酷酷熊，慢走。总莹莹喜欢你。帐篷开天，有没有开始想你？你个笑容，你个信仰，全部不能亲密。成功不可起你，年纪不可问题，爱上爱嘅敬重意义。喺帐篷開天，就快想你，每個面
一个人全部伴你沉迷，时间走在证明，你气里不平难题，爱上爱的几种意义。做马嘅夢伴你灑灑獨獨意，相愛相後支持你伴你鼓勵。做馬嘅夢伴你行嘅獨獨意，相愛快樂世界土意。未必那手黑命潤出天，本愛了世界獨獨意。愛那麼珍惜，向下嘅一點一滴，本愛裏永遠向下，幸福下意。唱本開聽，用手開始送你，一個笑容，一個信仰，全部伴你親密。成功唔係氣力，年紀唔係問題，愛上愛嘅敬重意義。你怎分開聽，用手開始送你，一個面容，一個眼，全部伴你沉迷。時間走在證明，你氣力唔係難題，愛上愛嘅敬重意義。做馬嘅夢伴你灑灑獨獨意，相愛相後支持你伴你鼓勵。做馬嘅夢伴你行行獨獨意，相愛快樂世界土意。未必那手黑命潤出天，本愛了世界獨獨意。愛那麼珍惜，向下嘅一點一滴，本愛裏永遠向下，幸福下意。做馬嘅夢伴你灑灑獨獨獨意，相愛相後支持你伴你鼓勵。做馬嘅夢伴你行行獨獨意，相愛快樂世界土意。未必那手黑命潤出天，本愛了世界獨獨意。愛那麼珍惜，向下嘅一點一滴，本愛裏永遠向下，幸福下意，幸福下意。唔係唱本開天，用手開始送你，一個笑容，一個信仰，全部伴你親密。成功唔係氣力，年紀唔係問題，愛上愛嘅敬重意義。哦，谢谢，好甜蜜钟啊！莹莹，好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的腔调有点不太一样哦。对我们腔调其实不一样哦，因对为应该是主动音嘛，所以讲会流腔，然后大家腔主动啊，你也讲嘛干，西烟腔，西烟腔，四西线烟腔啊，你现在变四海腔了，对对对因为嘎都主动了，所以是变，对，被我们而且是被你同化了影响，真的。因为应该是那个底部卡西松绕一个声音呢讲哈，嘿所以嗯因为天然扛，意思为天然讲嗯会流腔嘞。嗰首反經動衝嘅咯。哎，錯，好，下一位大家聽歌叫ฝ่類嘛，個意思，ฝ่類完蛋了。完蛋了，對不對？對，糟糕了，對，那年輕人就是講說，哇，GG 了，哎，好 ，OK， 那因為那時候呢，其實我之前是當軟體工程師，然後在大概五年前吧，对，那時候研究所畢業之後呢，我就進了軟體公司工作，然後那時候晚上又要做音樂，然後早上又要工作，然後就覺得哦，當一2-3點這樣睡，哈，就2-3點才睡覺，就哦，直接上班的時間是都是用睡嗎？所以我就寫了之後，哇，ฝ่類用安上睡嗎？當一不想上班，是反正現在年輕人就是這樣嘛，就上班一條蟲，下班一條龍啊，然後就寫這種情形。好，帶來這首歌曲，看到ฝ่類壞了，完蛋了。
的大作，我思想上班，日本伊拢就了，我面上上班，日本伊来下就，我东上上班，用会当伊上上班。日本伊的大作，我思想我衰魔，日本伊拢就了，我面上我衰魔，日本伊来下就，我东上我衰魔，买伊了天上衰魔。哇！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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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一下把酒上水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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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一下半夜2、3點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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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渴望是死了成啊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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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魔法土红冲的 solo， 日本伊的大作，我思想上班，日本伊拢就了，我面上上班，日本伊来下就，我东上上班，用会当伊上上班，上上班。日本伊的大作，我思想我衰魔，日本伊拢就了，我面上我衰魔，日本伊来下就，我东上我衰魔，买伊了天上衰魔。哇！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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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一下把酒上水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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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一下半夜2、3點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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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渴望是死了成啊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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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少做魔法土红冲嘞，红冲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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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一下把酒上水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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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一下半夜2、3點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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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渴望是死了成啊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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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少做魔法土紅衝嘞。愛少做嘅安不然。聽咗愛，日日睡夢裏。快嘞快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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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嘞一起來，快嘞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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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嘞。謝謝，快嘞。哎，可见这首歌很好听哦，大姐对不对？是不是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客家歌？没错，真的是这样。谢谢谢谢谢谢，百类啊。哎，不是大姐，猫猫是，我今年很老了，因为可以动游上啊，对啊，所以对啊做阿婆嘞，阿婆嘞，还看出来哦，所以刚刚是第二首是对你唱的，追酱给阿婆，追酱给阿婆啦，哎，错，阿婆动手会做屁嗨的呢，开玩笑，对，哦，还是厨师吗？哎，哦，有像，哦，有像医生有。好，三位大家跳过叫按照限购咯，哈。最后一首歌了哈。这个我们两公婆乐团的最后一首歌曲。鼓团哈要回来了哈。对，鼓团准备了哈。哎，不要在那边开火车了哈。开火车。火车开回来了。开回来。好，对，因为这首歌曲呢，其实宜林，你看，不要看他这样子穿得漂漂亮亮的哈，这边打锣鼓哈，因为他其实从小就学这个客家的锣鼓，还有客家的这个野胡，然后唱山歌，在小学1年级就开始唱山歌了，就蛮少见的这种尤物啊啊。哎呦，哎，这名词第一次听到，好听。哦，因为刚才有是一种海鲜吗？不是，
因为我是客家狂热分子啊，所以就哇碰到这种真的是我的尤物了哦。你的菜啊，赶快取回家这样子。算是这个非常的好。这首歌曲《建构而死》就是我的第2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啊，然后中间也加入一段，前面我这首歌水降嘎坡是加入平板，那这首歌是加入3歌子啊，大家可以听听看，这个传统跟流行做一个结合，好。讲伊的仙歌，银马路上仙道的仙歌，行行匆匆，条条平板落山沟。每位爱见大鼓甲冲歌，洒洒是记的阿福歌，阿福歌快乐过年，一起去的仙歌。不过好开去唱歌，是让他掉泪来为天热去欢喜，扛到大菜茶，平安喜，浩然没危险，洒洒是讲阿福歌，唱仙歌，六仙讲伊的仙歌，银马路上仙道的仙歌。行行匆匆，条条平板落山沟。每位爱听大鼓甲冲歌，洒洒是记的阿福歌，阿福歌快乐过年，一起去仙歌。仙歌，银毛路上仙道的仙歌，行行匆匆，条条平板落山沟。每位爱听大鼓的冲歌，洒洒是记的阿福歌，阿福歌快乐过年，一起去仙歌。台湾的朋友很多限购，谢谢谢谢。好，下来呢是我们的梁国峰乐团到 Mr. One 卡洪的木箱鼓团一起来做演出喽。好，那我们请小朋友，然后来上我们宝座。这首歌曲《练练鲁变发》，其实大家知道鲁变发有冇改发吗？我们讲鲁变那种发哦，用音地吗？鲁变发，其实现在鲁变发变成。要形容一种花，不是说随便路边的花，是形容
鲁冰花啦哈，鲁冰花现在鲁冰花就是在这个大北坑这个龙潭大北坑，因为它种茶嘛，茶旁边就会种鲁冰花啊，鲁冰花观赏。那它花凋谢之后呢，就变成肥料哈，就是回养大地，所以客家人就觉得有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，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曲《恋恋鲁变发，恋恋鲁冰花》。那很高兴能够跟这么多很优秀的小朋友一起来做合作，好，那我就来咯，好不好？医生走对吗？可以哈，走不得。好，带来这首歌曲《恋恋鲁变发》，帮小朋友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谢谢。思念着白，感染茶染，未做推开路边发，开到一寸一寸，一寸寸，越梦越盼然越甜。前度改色，天凉风突然，相会天灵机，天灵机随风绕。将路边发，最见梦，牵来圈圈解眼梦。花开了又那是那，我错了是那，花落了我那伤。路边发，哈嘎阿妹发，鱼竿面的路顺，几点个真不看。恋恋路边发，哈嘎阿妹发，容易让老爸围绕满天下。哇，小朋友真的非常整齐，来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哇，太厉害了！我思念着白，感染茶染，未做开开路边发，开到一寸一寸，一寸寸，越梦越盼然越甜。情多改色，天凉风突扰，相会天灵机，天灵机随风绕。将路边发，最见梦，牵来圈圈解眼梦。花开了又那是那，我错了是那，花落了我那伤。路边发，哈嘎阿妹发，几杆面的路顺，几点个真不看。恋恋路边发，哈嘎阿妹发，容易让老爸围绕满天下。手借给我，恋恋路边发，哈嘎阿妹发，几杆面的路顺，几点个真不看。很好，恋恋路边发。老爸围绕满天下，恋恋路边发，嘎阿妹发，鱼竿面的路顺，几点个真不看。恋恋路边发，嘎阿妹发，容易让老爸围绕满天下。恋恋路边发，嘎阿妹发，啦啦啦啦啦。
哇，是不是一起打哇？真的很有气势，对不对？哦，真的不一样哦，真的是，真的对这个真的绿色都变变红色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意绿色变思？红色。因为现在绿色变红色，就说气势如虹。对对对，好，接下来，最后一首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天春日来重散过》。大家啲天春日哪音吗？用音地吗？天川日是不是刚过啊？哎，正月20号，哇，好厉害！给这个姐姐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哦，动厉害！哎，你客家人让为弟哦，哈，嘿，嘴这样给阿婆啦哈，嘴这样给阿婆。正月20号，因为该年啊是相传是女娲补天的日子，所以男不耕田，女不织布，哈，男生耕田把地上凿洞，哇，那天又破洞哦，那。女生也是不能织布，所以那一天大家就不能做工作，就大家聚集起来宠善购唱山歌。所以竹东的天川日山歌比赛举办了60年啊，山歌王其实就在我们这边。请问你们2位总共得了几个冠军？就这个我的太太怡琳啊，她就从小就拿了山歌王，好几届的冠军，对不对？真的非常厉害。啊，这里应该值一个掌声吧，对不对？掌声。对，因为真的在竹东拿过山歌比赛第1名，才叫做山歌王了。对，不容易。对，那因为我小时候呢，我就不会唱，我只会天连嘴木，所以有一段我就特别印象很深刻。这个是客家小调撑船歌里面，海呀落地海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哟，海呀落地海，错，我们错。哎，等一下，大家我们一起来唱，然后一起来打拍子，好不好？我说海呀落地海，拍拍，嘿呀落地嘿，拍拍，嘿呀落地嘿哟，海呀落地海，拍拍，走对吗？走对了啊！好，大家跳过去，按照天春日来送山歌，谢谢。中上进来，谢谢。这时天爱最好天然阿婆，伊主动是冲，伊口公然绝对顺条，看到东东因地冲山歌，山歌用板冲，爱天地只为伊天最美，年轮山歌比赛春千里，998条。真声音，天春日来冲山歌，常年也是风风浪，谁来不是甘甜，谁没不是吉普，天春日来冲山歌，对白。出心希望，祈求日夜平安过撑船歌。海呀落地海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哟，海呀落地海。帮这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哇，徐梦怡。阿婆讲天春日很无用，连杀不天嘅公路。两人客家人跳路走，4号几年了冲山歌。年纪改天班，拿出轮廓，天书无用不天高。有做莫做，聊到天春歌，有春莫春，总会聊天春。冲山歌，常年你是风风浪，谁来不是甘甜，谁没不是吉普。天春日来冲山歌，对白呀冲到天空，海上冲出新希望，祈求日夜平安过。冲山歌，常年也是风风浪，谁来
错。海呀落地海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哟，海呀落地海，海呀落地海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哟，海呀落地海，为么？海呀落地海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哟，海呀落地海，最后一次，海呀落地海，嘿呀落地嘿。嘿呀落地嘿哟，海呀落地海。哦哦，尖叫声哦！好好听哇，啊！很开心，很开心哎！哦，真的祝大家一起聚集过来，然后一起跟我们一起互动哈，真的几激动跳都不一起哦，而且大家都会唱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一定要上网搜寻我们的专辑，好吧？有人问说搜寻什么？搜寻啊，好 ，OK， 搜寻我的名字曾仲伟哈，曾国藩的曾哈，仲是人中仲，伟是斜玉旁的伟哈，对，就找得到我的名字曾仲伟哈，然后我的音乐客家音乐，因为客家音乐其实希望大家地区啦哈，然后而且我们也会多做一些这种轻快，然后让大家都朗朗上口的一些歌曲，还有我们的木枪鼓 Mr. One 卡后 Mr. One 这个我们的小万，对，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文化部给我们一个这个机会，没错，然后来推广客家音乐，来走入我们的新埔这边啊，做一个推广。也感谢我们这个金谷农场，金谷农场对，几些东西么？哎，你挑嘎牛，挑嘎牛，哎，错，其实那边很多植物嘛，对不对？其实贝斯手一进来就说哇，好想买啊！嗯，我说走的，这个小万来买账啊！是哎，你龙宫风偶团到Mr. One 卡后木香鼓团，那演出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喽哈！希望台积嘎，谢谢，掌柜了，嘿，希望有机会在网络上遇到大家哦，记得来留言呢哈。也谢谢辛苦的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，谢谢。只为伊乌乌天最美，年轮山歌比赛春千里，秋香18条真声意。从山高，长年也是同欢乐，谁来暗时间天。